舍弃高楼，回归自然，在花东成长的孩子，在台北难舍血液里的声音。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会开始喜欢漂流木啊？之前是兴趣啦，就捡一些小的哈，自己慢慢光这个像什么我就雕什么这个哈。后来慢慢心里越大，格局越大，就拿大的越来越大这样。刚出来的时候都是像这样，类似这样哈，都是虚虚的哈，像虚虚的，我们都要整理。很多洞，结晶的，嘿，对，这个还没整理好这样。从一把美工刀开始雕琢，邱瑞田让朽木变成漂亮的艺术品。白蚁筑时，他笑称天然雕刻师，方寸之间充满想象的世界。好，我看到这是朋友送给你的《小楼容我静，大地任人忙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花好多时间心力在这里面。所以要看事情，你得到嘛给，你得到什么？哦，充满得到真大的这个成就感嘛。啊，这是因为我们讲懂他开始秋杠，很大的成就感。哎，对，超。连妻子都被感染。满屋子木头的温柔香，从抱怨到支持，让邱瑞田安乐地做都市游侠。会想说，以前在海边拿回来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很破烂的东西，等于冲的都虚虚啊，都很破烂这样。我们给它整理这样，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东西这样。人家说仁者要山，智者要水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就在这中间不断的追求嘛，对不对？会有就有这种心境，对。你真在都市里，人心里面，大山、大海、大树。这也是漂流木，被大自然淘汰的木料，透过了邱老板的有心运用，现在真的有了好多不同的用途。而就在讲究绿色环保的今天，这何尝不是真的做到了废弃物活化再利用，真正的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做要看事情，得懂嘛嘅，动态嘅成就感。做一件事情，得懂嘛嘅，动态嘅成就感。